有捷克马可波罗称号的布吉比索尔是知名的记者、作家，更是伫1929年第一位来台湾的捷克旅人。伊身后留落来历史相片等资料，伫8年后第一次伫台湾历史博物馆做展出。Who actually decided to make a world trip. He left for 5 years, between 1926 until 1931, and he visited dozens of countries. During his trip, he also visited Taiwan. He took, during his trip in 1929, as you can see, we have available many originals, more than 160 photographs he took in Taiwan, meaning the cities, the nature, also the people. 当时的台湾是由日本统治。言论以及行动自由受到节限制，也毋过伊也是甲当时的社会用相片记录落来，再回去伊的国家，开始甲台湾的交流。文化部如今也伫咧捷克新设文化组，来促进两国文化合作。因为我们跟捷克两边呢，其实有很多的在共同的议题跟相关的一些部分，包括在人文跟文化的艺术，包括博物馆的交流上面，好，包括像今天的这个展览等等。那所以我们在这个相关的文化的艺术上面，其实目前都有很多相关的策展跟一些交流的工作，都在同步的在进行。台湾历史博物馆也正行向世界。这次的跨海合作，会当讲是新的里程碑。台湾在世界越来越被看见啊，那台湾的各方面的一些成果，特别是文化的软实力，也逐渐的被世界所认识、所肯定。台史博作为代表台湾的国际级的历史博物馆，我们在升格之后有绝对的自信，也非常愿意承担起这样一个任务哦。未来透过台史博，让世界看到。就台湾的美好。Thanks to the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your dedication and work have made it possible for us to connect with the past, bridging gap between cultures. 希望展览会当带领民众来熟悉这位世界旅人，同时让大家熟悉捷克这个国家，也会当让台湾甲捷克有更加好的友谊。台南新闻所采访报道。